2022年尾我去過安藤忠雄嘅另一個作品北海道札幌市近郊嘅頭大佛殿。頭大佛其實係喺一個墓園裏邊嘅一個佛像嚟嘅，你要參觀咧，你首先要入個墓園嘅。你喺出邊咧只會見到大佛嘅頭頂嘅，你要見大佛咧，你要經過一條40米長左右黑麻麻嘅隧道，每一步咧都係一種心理建設，加重咗你對大佛嘅期待。當你一離開隧道，你就會見到大佛嘅全貌，背後嘅露天天井嘅光咧就好似佛像嘅光環咁。嗰一次咧，我就冬天大雪之後夕陽嘅時間去嘅，喺嗰個半露天嘅空間，天空嘅光啦、雲啦、雪啦，同埋當下嘅時間完全融為一體。你會發現神聖感係唔需要金碧輝煌，只係需要一啲基本嘅元素，光、影。過咗幾年，我到依家都係俾頭大佛震撼震懾到。企喺山窿裏邊咧，我覺得自己好渺小，尤其是大佛係對稱嘅，你左邊睇同右邊睇咧，完全兩種感覺嚟嘅。